今天就是敞开屏的整个朋友，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朝的所在电视啊。今朝正好是元宵节啊，那么元宵佳节吃元宵，合家团聚，其乐融融。首先呢，恭祝大家团团圆圆，和和睦睦，一年当中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，一世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继续欣赏飞行唱片台是龙凤呈祥，佛说。百年守得同船渡，千年守得共枕眠。不容易啊！做夫妻也守1000年了，所以呢，夫妻之间也珍惜一份来自不易的感情。孙权一怒，身上下配拨了刘备，目的是要逼刘备回荆州。想不到弄巧成拙，刘备、孙权各个人心里向侪有一本账，你都想的是啥个呢？请听第7位。文博书记上由上海评弹团李子昂、单丽英上当弹唱。胡国他西定王道，今日甘露寺相亲。当地刘备门子不设问题，刘备一一回答。等到门外。国他对人道不响，什了边浪的刘备心里是激得了不得了，七上八下。大理9年的他有如果呢不答应这个一桩婚事，有关我的生死。自家想想没啥话子话，搿哪现在会得浪上了呢？搿个不是好意思呀。刘备只觉着自家像一只待宰的羔羊，这个日脚比死为难过。那么国他杀了不响，国他分口进来刘备，以为你经常上桌上杯子上的鸡块也有5个人的，杀你写的一口啊火，气魄巍巍，相马当当，一怕大家纷飞，再打刘备一拍的。谦虚、诚信、善良、厚道，国他心里想得来得个满意。那么你答应呢？年纪实在比我难多得太结棍子，谁是这个老乡过来着呀？所以了不响。比浪什么让我深究，面色阴沉，面对追究。丁老子娘了口，想娘只要你不答应该的一桩婚事，我就拿刘备硬进了此地，必定回出荆州。你要答应，我计划无人泡汤。那现在娘会不想了，不知你这个里向喉咙里了马啥个药啊？这我。
两儿水调，似都跳着爱情上身，不用弄到只怪叫公公都此事。痛啊父报信他两臂抱，风来这得临时发不太做事，太心少。那家务龙桥精神子。狼下伏兵，心动老悲神，记下悲神上。我是风北方神煎熬，开幕会并要许，他是最美少莫名侬更心能教，待我出来动本，定叫他是头西风筝，水飘溪流上，再出闸。定位出来盯了娘了口，这口见娘口见的泪呗，微微对对，里对后笑，与他不会得最近迷的轻轻折指，晓得娘矛盾了。现在用不上矛盾，我娘你只要回来出子老到谁讲年龄不对对称，女生呀。你讲呢？一个人比你为一级，啥你们身上想？不过你个觉得来生就这两样，小娘，你是答应这样，跟你答应这么我随口定心这样。平常辰光我不是不想嫁男人呀，实在是我分口想呀。现在个礼拜，我中意噻，我倒想嫁噻，娘。答应呢？娘，我有个娘拿通缉找死的了，今朝来老的我，费了大可冲家，我又可是不来搞，还要收起接应上礼。所以身上想立起身来，轻轻地吹得娘个背，汽水辣骨头肩胛浪向一搭，母亲，母亲。
觉他是不相信呀。想想我刘备年纪比我还大，真正答应我来是被人家翻小的，那现在不能能一推一看，哦哟，贤娘结杀子，李德兴靠在做啥忠义刘备了还？唉，真是女大不中留呀。咁再想想，个年纪还像太白的为副手顶头，那么来去想，来过年纪新文公，52岁，他个时间18岁，相处34岁。那后不就是为呀哈了？70岁，这个一年浪向，你去口中的官夫人贤娘最17岁，哦哟，女的相处是53岁的。可现在我60句，刘备40句，太白30岁嘛，为啥嘞？答应吧，我再不答应了，侬自家也喊出来夸子。哎呀呀！学生就想娘总手开开的，不过娘你千万不好答应啊！坐了边上的刘备好了想，讨厌讨厌，只要你一答应，我马上就叫你娘。哦哟，已经叫我娘子哈，我那生意破的意思呀。刘备吐出一口气杀气，他以乘龙御史答应婚事，怕手上带身，正登宝马，大老爷夫都西国他，快快请起。西国他，比那个生就唔起想，我计划无事泡汤，娘答应婚事，再走了没劲了，去吧。母亲，孩儿要父在身告辞了。这两日子你不上路走啊哈？我娘答应这婚事，你不开心了，也一绝对追责，不来讲，你不把那面子在，我也偷懒那个，九儿不可。真呀！傻下的婚事，你常常牵挂在心。许请为娘应允了这桩婚事嘛，乃是东侯一桩喜事。你打青红也非。啥为要青红啦？陆大夫在哪里？大夫已在府中，令他得领家里被追。马上归招请陆大夫。陆大夫啥人？陆硕、陆子敬，东农出名的老好人。这个一次，你是刘备的男家美人，今朝事体非常顺利，他已答应婚事，你也交关高兴。听见叫你去办一切，马上到临江流，现在全部布置好。辅导片刻，这点客人落落落落全部到。今朝到厅廊下摆好几桌。国他一桌，身就刘备、陆硕每人一桌。等到最后3行，陆硕是个热心肠人。想来他已经离营，那么留下来结婚的事体要早点安排。你立起来追到他与门前啊，国太，今日里生吕两家已经离营，倒不如定一个王道吉日，向王叔与群去招惹人婚。哎呀，你可定在后事啊！陆叔倒与一共是字啊，讲来听听。今日里乃是9月17到10月18，乃是王道吉日。哦，哎呀，这个嘛，生就带你妈妈随的也不是难结婚了，也来人家结点少的哈。我再不开口，不阻止来不及了啊！母亲，九儿，婚姻大事，岂可草率而已。你此话怎讲？孩儿一此一脉是预购预购的。什么预购啊？这个道理就是妹子年纪为特些，19岁为特些。如果再隔3年结婚了，
好过相。哎，到地上去摘，年30。哎，如果讲再加个10年，妹子年纪3，家年好点。外加10年，妹子39岁，相配在。你阿吃做外加，哦，你妹子一岁岁读上去，刘备不会得1年来上去的，哪不能说得出个叫哈？我晓得该你了，我说你也想反对这桩婚事，也没办法，你了作假我哈。儿子啊，你先搞跑去走。现在事情我答应了，刘备谁是那个妹夫，应该和我相处。你非以为你厉害啊？跟刘备不像，比你为也厉害。这我来做主，否则了，跟儿子说出来的话，我也落在这了。就儿。还有儿子。是呀，后羿落女。是。快快，行者相交张天魁，借他是一个娃的吉日，是日神婚。母亲，相家之意是不容分了。辕门章。少了辕门家，侬已经晓得呀？你哪会得晓得呢？吕备跟我讲，我随去门口张贴看。你是门口在？哎，那个寿命先生哪说法呢？你说下来是今年不好结婚啊？今年少了不好结婚？娘来去想呢。平常百姓里到派亲结婚，还要担保含聘坟卜排卜是里向啥七啥八个事体交关，顶起码要有1头日家的。那么现在已经9月里了，到过年没几个号头，所以今年呢，随便哪来不及。何况你搿种人家，啥个身份了还，总要有头日家帮我准备。哎，我不错，那么今年来不及嘛，明年吧。明年就不得。为啥？明年是去年。去年不是腊虫年哦。腊虫哪好结婚？腊虫小了一点点小高跑去个是，哎呀，叽叽嘎嘎的。外加如果2个人要和明年养一个小腊虫出来。有一句闲话啊，叫去年流年不利，对妹子不好的。那么再下来1年，女年结不得，那也结不得着啦。娘，你想了，女年是侬养的吉年，万万不可。哎，后年吧，后年不好结婚。后年少了不好结呢？你想妹子属龙的，你了后年结婚，龙后对这个对叫啥子？冲你个娃子！那么再下来1年吧。兔年结不得，可兔年哪也结不得着呢？女年是养的吉年，兔年是我们阿公小霸王生结的吉年。哎呀，我懂意思，兔年老死的，那只王位还是那个阿公受不那个了。可么所以再下来1年吧。再下来龙年倒不好结婚了。龙年哪反结？我妹子属龙的，你等到龙年结婚，那么双龙对搿家人家才对过。余生还再下来1年，蛇年家年结不得，也结不得着。吕备属蛇的，2条蛇加我妹子1条龙，天龙地龙搿家人家全部对光子老多的。可是这样的人家搞起来500年份还结婚着哇？这个6年里向不好结婚，对妹子冲的叫6冲。哦。那么过脱6年呢？是杨家之意，过了6载，必逢时了。也过了6载，方能平安。旁边刘备听得清清爽爽，不知他给听子们哪话？活他那哈，但是来得个相信儿子的手。为的说这个是寿命先生讲的，寿命先生我也听讲。6年么太长着，那么不够6年么年年事体了啦，那还背哦。
神魂，罗冲避开所谓月上大家神，也是自己杀巨战。岁大，累被兵发差，我已拉下去，谁呀惊魂能忘，是伯母的心为花。社会内密杀贼也，贼礼佛治公家，心下心累，在思量几人天下定位吧，看上去也是对拉是说不出个数字来。啥？让我为主席心无心来，哈哈姐想一个非土非大的办法。话说需要说句，此日嘛，再迎杀日来呀，为奉国太恢复。附送国太为覆盖的聚来谢谢。神就想来娘聚了，吕白人压了我无须的人，有德公，请啊！吕白也想脏，但是家就想美。国太对我付出，真正后家的国太也难开想，受到君主的耳朵里向，君主对我还要有想法的。内子无耻吧，叫八内神经。现在总算可以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临江路了，所以大胆我是推上去。唉，看得蛮清爽。刚进了临江路浪向，那吕白面色难看，晓得来肉加难攻，搿个就叫生不如死。我谁要弄得来这样不是风？别老难拿金句还不我，你还我金句我放来做起，你不还我金句我就拿来我金了此地。有德公，母亲意云婚事，这个在此乃是当隔壁了。是人想你这计划难过得了，我是一时一刻都不想等了。
他何为？想乃日季节神灵，圣迹美景，我来了嘛，哼，真是不想追了。这是对了，你我设身于物，一一听歌，真是体让神息的是字呀！雷北不下，出来一路河水而来，深圳水风扑面而来，两旁边有几块沙堆，也是个头，也是个光环。这些辰光太阳是要下山了，随着个月光照到这个几块沙堆浪向，都是这两块沙堆晒过于生命与灵气，赋予了生肉。雷北追到沙堆门前，鲨鱼手小弟对你看看，你盯了两块沙堆看，这沙堆有啥好看？哐哐生啊！看你宝剑拔出来，还是要自杀。一想法为，这么杀我不过有德光，大计以后为宜。就是啊，这两块挂上忙嘛，都随着我前进的路浪向半夹着。我可是得懂我的用心伯伯，但是啥人写到此事旁边？哎。
今朝叫公，我就读了教育真啊心柔，消息送公门，惊动红国台，这是很不平。配生给呀路是相亲送飞人，能立功至今第一声。那句相思有来福生啊后怕，演的是啊的爱女人居家话神水送人心。弟兄们，这个军是我的好先生，百姓奉敬，我不忍心。不知请配请放情事情，我只怕坏了情。生气色尽之中，但是也没办法脱身而去。你这块杀对为来走来，我恨啊！给我杀他来！对，杀他你！假使讲我到军职街上混是不成功的，那么我是违法的禁罪，谁也死了该当。但是假使讲我能够到军职申请，能够维持经济，能够不负当今皇上圣托，甚至一飞大业，共兴后世。那么今朝这块沙堆，我配得他来，我但愿上天保佑上下作与人，他心中想100分，云公瑾数一心，举宝剑，带双睛，目光随律开分明，一击人功，配着两臂。用着闻声起，是谁向个兵报警，猛震杀对浪向，哈哈！一击武器，一配为良。可得神就爱的。杀起分分了到中旅那个逼谷里来到这样都没有，一块杀的一片为良，有得功，后去后续心中不快，
要许此地很是你。心里我微微讲不得，相吕白逆将不败，一袭飘零，四海为家，共儿分儿撇身你当我三三小头来了骗我吗？我才晓得了，哎，他这个生意有一个迹象，晓得如果这个做我经济能够讨回来，我的追月计划能够成功，兴旺东我生计也非大眼。那么呢，我一接下去，这个一块石头还会把我劈开。想到这个大黄花生，这啥？你还要骗啥？哼！我是天来了帮我，你不会得帮的。所以吕白不想顶了是了浪口，是因为政府，好，机器部队运作攻击猛整这个一块石头让拉起来，杀！一把勇气砰个块石头一片为亮，啊哈！有得功！你看我这宝剑锋利呀飞！老天呀，你还能帮你呀？好锋利！这样一来，这个一块石头上头与十字花两道记痕，所以叫世界杀。因为吕白横而撇杀，所以这块石头也叫横杀。神就达到自家的愿望，所以恶心。吕白达成自家的心愿，所以你高兴。好去有得功，请啊！请本部西进上到此结束。海口上已经在节目时代的，明仔你来欣赏龙凤神像第8回，再会。